天净沙，马蹄万种，苦丁老树，富啊，小桥流水人家。我得西风修马，用西下，万用人在天涯。现代人呢，就是徐老师他的宜兰社大的那个学生哈，他说对作曲很有兴趣，他就写了一个，就把它谱出来哈，就算是现代人的这个谱啦，这个曲。他的这个版呢，他的版本我是建议说，一奏两首啦吼，因为它很简短，很短。啊，一奏两首的时，啊，第一首是观音开始，啊，唱到尾又怎？真假哦，真假，我想这样子收藏好像很奇怪。然后他第二是他另外有一首是从低音起始开始，到后来是高音收藏。我说哦，那这样好了，那这样就把它连起来哦，就是把它同样一个这个文字是一样的哦，唱两次，就好像咱顶盖咧唱迄个。阳关三叠有没有？哦，唱一次意犹未尽，啊，咱就给它两叠，阳关还三叠，哦，那我现在是两叠，把它唱成两叠，哦。可爹，老树云啊，小桥流水人家。可得西风修马，夕阳西下，万众人在天涯。可定老树云啊，小桥流水人家。可得西风修马，夕阳西下，万众人在天涯。